這 AI 的需求真大，科技產業的人才也真搶。新竹科航園區是來辦理大型的徵才活動，有35間業者開2000多個課，包括着半導體、電子，也閣有網絡、通訊等等產業。摕履歷表想要找適合家己的工課，公司嘛派人詳細了解工作內容。AI 科技當咧發展，最近新竹科航園區每一間公司攏咧搶人才，來找頭路的大部分攏是因為看好科技產業未來發展，甲科技業的薪水。應該會往緯創那邊去投履歷。為什麼？因為那間我覺得是一個比較發揮比較好，然後也是比較適合去對職涯比較有發展性的工作。科技業者表示，最近市場對 AI 科技人才需求真大，每間公司為了搶科技人才，除了加薪水，也加強福利。每個人呢，就是都一定會有生日，所以我們不管是1到12月呢，大家不管在哪一個月份生日呢，每個人都會獲得一個福利，那就是我們的生日價。介紹你的親朋好友來我們公司的話，我們是有介紹人獎金，還有被推薦人獎金。那你自己來我們公司的話，你也有自我推薦獎金。我們近期有在做一些蠻積極的擴廠的一些策略，所以就以我們自己內部來說，需求人力的需求那個缺口也是比較大的。這擺在新竹科航園區舉行徵才活動，攏總有35間廠商提供2500個的工作機會，大部分攏是半導體、電子設備等等相關產業。AI 的這樣子的不斷的這樣子的成長爆發，其實上對於剛剛講的很多的相關領域的部分的人才需求是非常龐大的啊！我們看到今天將近70%的大概要的職缺都是工程師。根據觀察，為了搶人才，要大型公司工程師起頭的薪水，一個開到7萬到8萬，也顯示科技業真欠工。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